目前路上线啊，有3分钱到7分港牌，所以任何事情呢，你要付出代价，大部分人係付出咯，大部分得到機會啦。啊，我付出到機會，但係唔到學邊到咩用嘅呢？我認為係啱嘅理論係咁樣。香港個司法合作在跟國家300年啊，呢種搶救力啊，就非常的強。哦，又做成樣。有时候傍晚也看他拍，很早的时候也看他拍，不定时啊。睇班有班細飯下來唱麼？講唔出，但是看啲相片唔是啲。以前去攝相是通過當做呢，去山東，跟東到阿婆俾嚇到你。阿班雪大去做到，當好嘅就原本嚟記了。看唔啲個封面，唔啲講係現我係老母呢。喲，你到那邊風景安這樣咯，唔啲看到人啲講我係老母。當他10幾年前來拍我工廠的時候，我還不知道說那個東西這麼珍貴。當回頭需要它的時候，找出來。民國70年代，我們來講，農民講咧，老百姓拿一隻卡梅拉講來翕相，冇很貴啊，個收得相當貴嘅，因為家人又唔是走頭路，而家包袱個塔鏈啊，要佢提手機啊，他那個盤包，其實他要市場差，要大量練嘛。好，嗰陣時就不應該話有隻人有問題啊。個體以後人哋講哦，你當然對了消費人嚟留下來安好嘅東西，做出安樣嘅事情，但是佢聲音非常艱苦做嘅一輩子嘅，我哋嘅消費，我相信就唔會前進步嘅消費啊。今日唔好做安尼，可能難嘅30年、50年以後，可能所有嘅東西全部變化嚟。你人嗰度就係簽偷拍嘅東西，然後想看偷拍埋某一方面嘅東西，可能人家是看唔懂嘅。你喺線上啊，攝東西入撈人冇窮咗，撈下已經看到你猥瑣，冇乜詞彙出啊！你看到嚇，你熱頂咧。我出世時間啊，已經第2年中學，我爸講哦，呢個送過嚟中學辦下去，所以我大家不見嚟嚇，完全中學嘅客家人。當大家國小啊，太富裕咯，講好多學多，講私人嘅東西，我常常為了好多嘢啊，會認家啊，你常常會問個客家人講，客人做過包便當，我通我當壓。
哎呀耶，就打烟，哎呀耶。因为咱将近50年啦，我遐也平时是安尼，平时是安尼，平时是安尼啊，你看这会拆掉，你有定心有，我们都在整理。我就为你看也认为哈，佢方便啊，交通啊，有个牧师搞相机，双双啊，就会应该无卡像个当马道，行个轻微比翕相啦，经过去个翕眼哈，其他比赛怎么导弹啊，导弹那种点啊，你看相片啊。还能出名起来啊！相機強咗，我翕國頭嘅，我差就冇強咗，要拍拖時你都翕得冇快，你都翕得好快，我就發現你相機就地圖有乜嘅技術係嘛，有乜嘅新鮮嘅東西嘛，我說上自家你存錢嚟買相機。你好。哎呀，过来，再等来。好，谢谢。刚刚林嫂就个重心上，一双双袂行啊个哦，中毒袂讲，有时诶。东西莫挑剔了，念嘛，念嘛，差不多就烂嘞，就会我太这个烂了，开得了会，开了这些哦，冻垃圾，好像对生命冇尊严，基本那个那经过水管碰过来，牵过水，啊，细细的呢，你就旁边那种晒，那种时啊，会牵牛啊，因为头呢，我就对了看书，您看了你念没？后来到了那15岁世界啦，我就看了，刚才就动简单，你看《鲁滨生漂流记》，看这本书动眼睛那种的呀，差不多会按那看听讲，对我让两状态，其中地图就一句话，南日之才西方，个理想出现，我想买相机没钱，我用个啥？但是最后就动不掉，上面用了多少2年动不掉的。在等来哈，简章你的就很有时间了，你可以加用。用个太难，我就好下劲了。为做生意嘛，买几单，按拄好新工太好，好搞毕业，要开研友会。就講我哋跳咗啊，應該割好多病，俾人哋割兩桶咯，黏啦，啊，就去買。結果呢，一下冊啊，就看到一本台跳書動獎，我就念你了呗，啊，了本書啊，聽啊，你冇得簽啊，啊，我得給告訴你來，啊，給個先生誒講買東西夾上啊，講你來送嚟台上叫做的，叫做。真正那台给他可以加相机方案。到入开的相机哦，哎，喊哪热，当然就搞相机，当然咯，引进存钱存好多钱对吧？可能就发觉那也很简单的题目，因为存的这样些啊，那大家强会摸啦，而且上市啊，就放在创业公司的创黑吧，不应骂。那么奇怪，个大嘅協我實際上嗰時我當時嚟看，我為啲，你唔知佢演啲啊，你交俾喺度啲啊。
搞上去搞到最幸福嘅嘢，馬上去搞過135啦、120啦、4580種啊搞過。所以全世界咯，係有法官，我開始認識，哎呦，你喺歐洲呢，很多台灣呢個講海量，因為講西洋。其實發現，我真係看到即家台灣嘅東西啊，台灣人這個鋼鐵、牛的啦、鐵拍啦、樹洞啊，甚至可能台灣呢過去啊，哎呦，我開始，我就想，這個儀式啊，忽然間咪提醒起來。本來啊，我仲做兩事，我從來冇想上去台灣呢。忽然間啊，堅持上上去台灣，啊，呢件事情哦，客家人嚟做，又冇做對不起自家。咱呢，应讲艺术家啦吼，常常做在广告影展地比较多啦，因为佢有一种嘅收入，像做在翕相或者画图，或者做啲艺术方面嘅表现。可是喺入線上呢，佢冇做一個工裝嘛，冇真商場喺度一樣嘅收入，喺翕相界呢度相片嘅作品。同埋啲台灣嘅市場當細嘛吼，所以我啲嘅範圍幾乎較辛苦啦，要翻譯唔好啦。可是銀行嘛吼，至少做條條路專心去做機啦，所以冇問講喺平常嘅生活啦吼，啊困難嘅時節，有辦法經過幾門，其實經常嗰啲工作就當無來，所以一進心情難得嘅，喺啲。因為冇收入嘛，所以常常有人做小工啦，喺台路啊，有人做博客啦吼，或者大陸嘅時節嗰個小工啦，拍鋼槽、鏟叉槽啦吼，做喺條路啦，所以挺辛苦啊。前期啊，將做了用冇錢條路，用政府照顧唔住，係咩呢？清官康做啦，那邊做培種後轉當係事業做得嘛吼，基本唔啦吼，基本唔經銀行，但係呢個新買東西，像是啲是來提放之啦，咩講是那啲北部呢體系，遇到這是當然嘛，比如講。高速鐵路開發嘅時節，幾度推進南條高雄哪一位去奧多拜市有咩錯差吼？但是去奧多拜市呢是上面辦家講轉越打造越出門，所以一般人做唔到啦，確實做唔到啦。係我想，是吧？我哋客家人講硬學嘅至難講嘅精神啊，講啲辦法吧。回来台湾呢，我为了要这个影像，实在啊也是蛮悲哀的。第一点呢，我就思想理念全部啊，就给它尽量乡土化。第一点，我必须要坚持自己讲客家话，讲客家话，讲客家母音，里面来了上怪客家台语啦。你若我俾你亲切，我俾你提示，唔通而且個客家人有沒有講客家話？根本你做唔下去嘛，用嚟做，所以我堅持那個理想，喺度完全用視嘅開放，所以不出上進。點講咪做中天，我咪做中年，所以我就上進哦，所以簽約好重要嘅客家中嚟做人英文語料，當然做事嘅家哇。經濟發現問題咧。
个啥咯，因为大家研究800年互利案呢。但是我想，因为我今年中下信团吼来做事，来讲中啊做游戏啦，因为我做故事也做惯了，不如就行动到了，所以我一方面翕相，一方面做天然色，所以一起做了哈，就咁样，就要同佢贴记录哈，偏题偏落，就相辅相成。我哋穷到因为头姑娘，因为学一群同事，但是现在人就冇天意咯，嘻嘻发发啊，将个天意我是那个宾士啊，刚刚难好啦，我至少我有多嘅好气，我就非常满足嘅。海哥，专注呀！哎，你来干什么？啊？我来请你聊啊。做小偷呀？冇人讲暗蛋汤啊，做小偷，你唔係冇冒好跳，你冒好跳啦？有啊，佢有水啊。啊，跳水啊！唔係你有容易上頭啦。比兩邊去啊。比兩邊變一個捉住佢啊。佢仲要滿了啊。哦，仲要。老虎倉啊。哦，咁樣啲嘅。跳過嗰個就係呢，如果你一跳上用啊，衝嗰啲上幾百人哋嘅古先圖嘅啊，嗰邊可能嗰個房門啊，即係上高嘅，如果衝到嘅跳上，如果怪怪的，啱講你用嚟衝到你要閃咯。我可能係咪假擺啊？講係就跳機啊，跳擺機條通向人打，冇得啦。对啊，你跳水的，两跳水啊。哦。你可能呀，太熟啊。哦，係。对不对？水上干咩？我去哪下邊攝到呢？啊。哪下？我那個比當水線，你抽來抽去看得到啊。冇便宜啦，對不對？咁你講法當身體，你冇你頭半樣，你講見人掹頭，不是用見人掹頭。有你兩隻手見見。这样，人家的空气比较不一样，人家用的空气好，人家空气
生哈，有伤心啊，难免就苦难，就摆个过年呐，这个上当诞孙啊，我上帝北部你新妇里面庙哈，你经过个沙夫那个戏可能会较好行，较无嘢啦，就讲啊就不伊交叉去从啊，我都个从啊脚杠，后头啊脚跟我吞两只，事实上白啊，你们个骨刚吞脱骨母啦，就那一片石木树开来，把个骨粉啊补落去，了解。加当时我实在吼，当上个解放咯。因为翕相，我拄个灾难，来北部系人生的第三排，第一排系伫美国大峡谷跌下去，在边疆下；第二排啊系亚马逊河翕鳄鱼啊，拄个灾难。二排转到台湾啊，要做了10年了，都爱困难，所以刚好入团事件哦，影响到黑尾用啊，都当笑，他们。当左方，当暗算，现在呢，三个班就会超人啦，说神明不救，而且阮想靠一股啊，给翕相的希望啊，安样去咯，勉强啊，自家鼓励自家，后头又认为吼，促爽，我带人带到半年，鼓励自家，安样去。但是个实际上我思考当然，到底我继续翕下去，然后解放呢？结果对了，参谋喊了1998年啊，就规章那个经济那个希望啊，就开始开发那个结果咧。所以我翕相，硬的翕，硬的做，就这个计划，这个理想啊，慢慢的前进。以前我也冇想到，一路上面很多人看到很多人会感动，所以我讲我这个喊错路咧。我讲哈，过去当多人看的唔是哈，我翕个小母鹿茸，伊个3996抬架子，哎呀冇事，伊系慢慢会认同，可能会拍摄。所以做事情有当时莫看眼前，看他人带来，大家走，非常感謝各位來賓，各位屬土送咩阿伯阿哥來捧場參加呢種盛會。水啊，等於做集權島嘅事情，所以我用飲水數年水文化來做個主題。而家水文化前後我台灣去到就30多年啦。禮拜我所介紹就台灣客家莊嘅一般壁湯、水準、水漿、水茶，個一般最強嘅新飲食嘅水文化嘅發掘嘅記錄一方面最近水啊就變質了，水啊有多少就抹平了，希望看到呢個作品多少都係應該這個提倡大家對水嘅一份嘅尊敬一份嘅同享。我因為法我又唔可以多講，因為實際講法我又多唔啲希望多多包涵，就支持人家台灣好好地欣賞呢個作品。希望你變兩份，中等調下，好。như chuyện này như bị buồn hạ chế này sang theo cái này đi sao hay chọn như感觉有现在好家开工进来也石头特别的漂亮因為เรา10萬有錢啊當好價啊係啊現在漂亮挨供等於現在虧了幾千萬你本身就去香港面轉係啊長城颱風嘅碼頭廠啦嗰陣時到年啦地冇啦對啊我差唔多13歲我280歲我280歲
就那个上交水冻甲，总共就是阿婆啊、兄妹啦、手表、手上。好嘞，两边就是爱龙，爱龙打扮，爱龙 people 打扮唱歌。这个其他嘅庙里咧嘅群人，啱讲嘅群人吼，亲无相同。你看日泡嘅内容吼，亲相同。好，内容泡嘅书法内容吼，亲相同。就这样是写实主义嘅嘛，泡好，其他冇用特别夸张嘅，亲少用嘅特别夸张嘅嘛，来广角啦吼，也系嘅 long shot 嘅长镜头嘅都冇，其实平平实实，甚至说係標準鏡頭啊，喇叭流起點點，看到嘛係顯嘛嘅，佢。用嘛个用个什么样的全部一些，啊，一只总头，一只总头，一只年，用时间的长度，都给它剪，都给它等。假使你看到佢树砍下去嘅是1秒钟点点，啊，不过佢等的过程可能要等1年、2年、3年，啊，甚至啊可能要晚年哈，等到佢只几节的时间，啊，将有机会去再去侵略的方面。佢这种东西就其实用什么样在记录的东西啊？咱看起来是要像咩遐样哈，唔像单种的刻意经营，佢迄种像佢自家生活的立场，吼，佢哋日式道讲，得到庄下也系讲传统的，我唔见得，所以佢会将你的东西就夹我来翕翕了，而且我保存伊啦，反正。迄个像今日无能力控制势头的改变，但是对佢记录无听出迄种安慰。咱也感觉就讲，佢还能无改变，佢翕相的嗰种的，你讲日式也好，或者讲风格，因为佢还能翕了无消失的，佢了头尾也讲到迄当连贯，做到连贯按40年。甚至50年是这样无简单。你冇掂下落去欣賞嘅嗰度，你就冇法度去感受到，就講啊，咁其實本來沒有，你一真嘅停下來，嗰一啲啲嘅時間看嗰個畫面咯，嗰個平常地方度，超係有，嚇有嗰種一啲啲嘅快樂，一啲啲嘅嗰種本安尼去想嘅事情，讓鄉老北部嘅關聯性啊，嚇，哦。做得講出係聽人講日後跳過來，你可能就會想到一齊。可是哪一北部人哈，講包看歷史，讓鄉嘅歷史哈，係像係一幸福嘅，不管係當前嘅現下，也係未來嘅資產哈，我想你係當幸福嘅，也可能要讓人這樣做，我認為係做樣事情，唔必得像啲北部賣餅啊，嚇，北部賣乜個按照柿餅裏頭，也係老模式咧，係老模式咧。他們正經講了，就相片有加出吼，上面夾後推咧，係所以當推做了嘅工作嘅係當出過，嚇，尤其嘅入入。係個哈拉莫加斯。心情无人知，细细心肝上爱悲。
线返家，咿咿呀呀认真行，细细脚步唔强忘。一看一看爱从绕跑，背然过。一看一看爱从啊，谁都安快乐。天书穷下行，天书穷下行，细细脚步放斜行。天书穷下行，天书穷下行，细细脚步睇路行，细细脚步。